参选人上蜡笔和学生动作竞选小物真平常，不过伫议员朱正轩手中一刻啊，因为是今年4月来自中国被检验无合格品牌，加上顶面以简体字来呈现，和学生家长无法度接受，所以向议员朱正轩甲黄兆辉定情。22号因联合召开记者会，强烈质疑会对小学生产生危害，要求立委参选人李全教有责任向家长说明产品的安全性，市府嘛要严格把关。是4月份、6月份接连出现一些意外，那这个爱好品牌呢，李全教先生他又在这个今年8月份，我们这个上周末。这个新生训练的时候又把它带进来，那我想这个事情有必要让家长知道。那这样的品牌它产生的文具会不会对小朋友的使用上有什么疑虑？把一些相关的品项用这个贴纸贴起来。如果说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去哪里找哦。那其实我们国内的相关的这些文具用品，应该都会有相关的这些标示。即便它是可能从中国进口过来的，我们应该也会有个代理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法，这样子哈。那当然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子啊，非常的遗憾呐哈。对此，市府回应一定要求各校特别注意简体字进入校园加文宣品的安全性。在任何的简体文字进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来跟小朋友强调哈，使用正体文字的那个重要性，才不会偏移到我们教学上面的品质。像我们在做稽查的话，你商品的来源哈，一定会标示个清楚。好，那如果说毕竟这个不是在市面上流通的商品的话，建议是不是回归到源头上去做一个溯源的动作？对此，立委参选人李全教团队回应，希望议员真正为学生临时政治斗争。我希望你真正为的是学生，不是政治的斗争。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呢有好多的产品，几乎在卖场里面的，周遭。在周遭的范围内的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制的产品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是不是这一些人都不应该做生意了？照你的方法来讲，那呢，我们团队也讨论过了，就停止发放这一些你所说的那个来自中国的这个产品。议员强调，因绝对不是中国制的反对，而是欢乐产品的品质，包括简体字所牵涉的文化认同加政治的敏感性。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